歡迎收睇黃金樹葉。大家好，我係黃金樹葉話劇及電視廣播有限公司嘅影片製作人、字幕組、編輯、配音同埋插畫嘅阿火。今次除咗係黃金樹葉第一次製作嘅介紹短片，更係小弟第一次製作影片。如果有咩唔合適或者你哋唔中意嘅話，歡迎喺留言區留言，多謝大家。去到呢度，相信有好多觀眾都會問我嚟呢度係做乜嘢。以下有我簡單嘅介紹，你哋可以暫停嚟睇呢一個，去睇下小弟最中意做乜嘢。相信嚟到呢度，好多觀眾都會問，到底我哋呢條 channel 係做關於乜嘢嘅片嘅呢？就俾我阿火嚟同大家一一介紹啦。首先都要多謝翻我哋嘅社長偉賢，可以建立呢一個咁好睇嘅頻道，可以俾我哋未來有陸續嘅發展，嚟到去俾大家有更多好睇嘅片段。我哋呢一個頻道只係開咗唔夠1個月，如果有咩不足嘅話，請大家多多見諒。而呢個 channel 主要就係講話劇、動畫，講一啲笑話俾大家笑下。如果呢條片突破20讚嘅話，我都會開一集講呢個香港嘅鐵路歷史，唔知大家感唔感興趣呢？好啦，講翻正題，本黃金樹葉，我哋最大嘅目標係可以有更多嘅訂閱人數，同埋可以經營耐啲。我呢，就趁此再多謝一次我哋嘅社長偉賢，可以俾我可以製作到呢條片。不過最可惜嘅係，因為我每次喺 WhatsApp 問佢中意乜嘢，乜，打算打電話俾佢，佢都已讀不回，所以我哋今集呢就做唔到呢一個社長嘅介紹，我哋打算喺下集再介紹，就請大家體諒一下啦，唔好意思啊。在下藉此再提多一句，如果大家有咩建議或者想睇我哋做嘅嘢，歡迎喺留言區留言，我哋呢好期待大家嘅回應噶，多謝大家。引用一位偶像所講過嘅嘢，如果冇太陽，月亮就唔會發光；如果冇你哋呢班粉絲，我哋黃金樹葉就唔可以繼續做到更好。最後都請大家可以訂閱、讚好同埋分享呢條片俾其他人，俾佢哋更加認識我哋黃金樹葉。多謝大家。